很高兴认识你。有遗憾，我来晚了。我们错过了。你好。胡明超路是由你来监督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，在这个名册上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根本就上不了榜，该分的都分完了，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？不过我一穷书生，我还能怎样？范闲，你看啊，千里万里奔赴京都，春闱对于他们来说，不光是一次考试，兄台，你看，更像是一种希望。我最喜欢这几句啊！让开，光了。舍不得烛光钱，但还是想有光。谢谢。我娘她活着的时候，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不光是改变世界，你娘还说要改变的还有人心。那个时候，她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庆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可她还是死了。但是，那道光留下了痕迹，许多人都因为它而改变了。我有时候常常想，以我娘的本事，她当年选择换一条路，也会活得很好。可她还是燃烧一切，留下碑文。可如今，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。你说她后悔吗？绝不后悔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，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。她不怕吗？她只怕自己的光燃烧的不够强烈。没想到啊，有一天我会当传火的人。邵东家，其实你刚来京都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还偷偷去街上瞧过您呢。您早就知道我是他的儿子？小姐亲口说的。他怎么亲口说呀？托梦啊？小姐生前曾经告诉我，您的名字也是她起的。我的名字？范闲？是的。这不对啊！我还没出生呢，他怎么知道我姓范啊？大人，您出不出生，您爹他都姓范，那您当然就姓范了。小姐出事之前曾经说起过，她可能不久人世。如果她能活下来，那你姓什么不好说。如果她过世了，那你一定就叫范闲。如果他过世了，我就一定叫范闲。这还是弄不明白呀？他是怎么死的？小姐说完这些话以后，没过多久，商号就给了皇室。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小姐，具体是怎么过世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我来京都这么久，您没想着来见我？少东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人啊，被盯着呢。陛下亲自下过旨，叶家的旧人，一个都不许离开京都。皇室忌惮，忌惮你们？忌惮小姐。尽管小姐已经离开人世这么多年了，可他们还是胆战心惊。就连我们这些曾经帮着做买卖的人，也被暗中盯着。我们不敢来找您，怕给您惹麻烦。可是，您到京都以后的种种事迹呢，我们都知道。您当年一直待在他身边做事？小姐信任，让我总管京都商号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人世间再没有如此光彩夺目之人，他是那么的完美。除了经商以外，天文地理他无所不精。他知道大海为何有潮汐，知道月亮因何有圆缺。小姐还会写诗。哦，少东家的那首《万里悲秋常作客》，那写的是真好。小姐的诗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样。不瞒您说，她专门为我做过一首，说来听听。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射出闪电般的精明，耳朵竖得像天线，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。少东家是不是有什么不解啊？天线二字，小姐为我解释过。九霄之雷下到凡世间，银白树挂，恰似玄天之线，一指耳目聪慧，洞察一切。他是这么解释的。当时商号出力，我跟小姐行走天下，曾捉了几个毛贼，小姐因此赠诗给我。这是我这一生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啊！这诗却有独到之处啊！我算是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大掌柜，这诗不光有词，还有曲子，回头我教您。好，陛下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个地方你早该来。这有一个你需要见到的人。什么人？随我来。
你还是那么的年轻，可我却老了。好好看看，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画像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秦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来，看那片菊花，就是你娘当年亲手种下的。神空庙那些花都是从这儿搬的。嗯，每次赏花，您都带着它。他喜欢呢，他喜欢花，他喜欢所有活着的东西。为何画像上的我娘如此年轻？哦，那张画像是当年朕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这样。您很想他，所以呀，我把内裤交给你，就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，在这个世上，只能是你。我像她吗？没她漂亮，但是内心很相似。我没她那么勇敢。记得当年他跟朕说过，皇帝这个差事不好当，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强的意志，所以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，包括最珍贵的东西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有遗憾，我来晚了。我们错过了，娘。哥，我看过了，那个没人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是陛下第一次承认我是他的儿子。毕竟
血浓于水。在他面前，我的每一句回答都恰如其分，有如沐之情，也带着一丝感动。哥，但这些都不是真话。叔叔，我一直在表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害怕。害怕？是害怕陛下骗你吗？不完全是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情感是真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在这真情实感之外，还藏着另一个他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如果真是父子情深的话，这些话他第一次见我就可以说，但他一直冷眼旁观，看我京都遇险，看我远上北齐，看春闱，看大婚，一直看到今天。或许是悬空妙救驾，陛下感动了。所以有没有真情，还得先看我的表现，是不是他的儿子，先看有没有资格。叔叔，陛下你见的没我多，但我就问你，咱们爹会这样吗？不会。哥，你这样说，陛下像是在权衡利弊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不知道这种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我也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情感重要，还是价值重要。而这样的我，到底算是儿子，还是棋子？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这些都是错觉，是我想多了。女人的直觉不会错。我是男的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的直觉不会错。哥，若陛下真这么可怕，等你伤养好了，咱们回儋州吧。京都太累心了。叔叔，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动不动就想逃回儋州了。我认真考虑过了，我要下江南，但不是因为陛下的命令，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，是因为我发现我这辈子除了想要混吃等死、富贵平安之外，还真是有一些必须由我来做的事情。婉儿，婉儿，婉儿。你就是那个吴竹书。快让范闲去江南，去散大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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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，我是五竹。你受伤了？是的，从现有条件推算，我入宫没有生路，
所以由你转靠范闲。是谁在针对你？很多，整座京都都不安全。我哥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。我要杀了你。可以，理解。我伤得很重，从现有条件看，你要杀我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。我一定要杀了你。可以，理解。让范闲去江南，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，去三大，快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房。我要杀了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去江南，去三大房。为什么？范闲马上要下江南，奈何他现在内力全失，我娘还有我二表哥，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。你的命暂且搁放，因为他需要你。你确实值得信任。危机之后，你我之间不死不休。成交。当范闲不再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的命给你。没想到啊，一眨眼，南下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多少年没出来过了，早该出来透透气了。说的是啊，虽然我人回到了京都，但我心里总是想着塞外的风光。听你们这么说，离开京都，好像是件很诱人的事儿。你还小，长大就知道了。哎，为这大好河山，咱们一起喝一杯如何？走。来，哎，这送别的阵仗，未免也太大了些。以咱们这关系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殿下仁爱之心，感人之极。范闲啊，殿下礼贤下士，你可不能忘了君臣有别。陈皇姑，多谢太子，也多谢几位殿下。你干什么？老师的礼，我不能收。别捣乱。哎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我也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诉诉苦啊。诉苦？说实话，我这个儿子做的不怎么样。几位也都知道，我在儋州长大，不久前才回了京都。虽说一直住在范府，但心里总有事儿藏着，过不去，心里发慌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出来听听。我替你做主，为什么慌呀？回来这么久了，还没进过范家祠堂，这像话吗？心里能不慌吗？临别在即，胆子也大了。父亲大人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也帮我做个见证。等孩儿从江南回来，怎么也该进祠堂，磕个头，上炷香。想清楚了，进了祠堂，入了族谱，你就真姓范？这话说的，我本来就姓范。差事先办完，其他的回来再说。放心，这见证啊，我替你做。多谢太子。真行，以退为进，既断后路，又换前程。二哥，这是什么话呀？真心话，佩服他，敬你。
真气没了，南下要小心。真气没了，好过大势已去。别出意外，我等你回来。拿下江南，是拿回。嘿，这觉悟。护好三弟。三殿下不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吗？父皇让他跟着你。为徒者，当为师长执鞭坠镫。父皇恩准，与老师同行。去吧。有什么难处，飞鸽传书。不行，我就跑一趟。你还得坐镇禁军呢。大不了一撸到底，反正也掉不了脑袋。别老想着跑，京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。照顾好陛下。是，奴才分内的事儿。江面上风大，爹，你们也回吧。江南名家代掌三大房，人脉深远，是真正的地头蛇。此次南下，成是最好，若是不成，直接回家，大不了什么都不要，范家养得起儿子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爹，我送你下船。怎么了，爹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我又不是第一趟出远门了。啊，这个……哎呀，行了，我替他说吧。就祠堂的事儿，你是当真还是……老范啊，老范，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怎么着？我现在就给你行个叩拜大礼呗？别，行，受不起小范大人。哎呀，平时看你那一套看惯了，我现在见到行大礼，我也不习惯了呀。哎，你就按照你喜欢的来吧。啊，我的来。我从小姓范，将来也是。等你回家，照顾好自己。范大人，船马上就该起航了。知道。是。
记着，你送我的这片星空，它一直都在。出狱先别动，带我去看看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沙洲水师守备许大人略备薄礼，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这是干嘛的？这听着像送礼的呀。沙洲水师守备，你在这支应着，我去问一下大人。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沙洲水师守备许大人有礼相送，请小范大人笑纳。你是哪儿的？啊，许大人，水师守备，这是许大人的一点心意，请大人笑纳。啊，好，来人，把这箱子拉上来。啊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慢点。水师守备记住了啊。小心。慢点啊。好，那辛苦了啊。那谢谢大人了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小的就告退了。慢走。来，走。沙洲知府姚大人略备一些薄礼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好，拉上来。这还一个连一个，去拿个本儿，得详细的记录下来啊。好。小心啊！沙洲知府啊，姚大人。小心！好，辛苦啊！那慢走，下官告辞。慢走啊！州局署李大人，国礼，孝敬小范大人。沙洲司事孙大人，孝敬小范大人。这还连成片了，兄弟，给我拿把椅子过来。你是哪儿的呀？你这箱子可是有点小啊！才到沙洲，收这么多礼啊？殿下，这说明啊，咱陛下的大庆啊，那是物华天宝啊，这人才辈出啊！原来如此。王兄啊，怎么有字不会写啊？那倒不至于。我是说，这么收礼不合适吧？大人在京都查贪腐清吏治，如今这个做派，怕是要遭人诟病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船上都是自己人，我们嘴严点，别让宫里知道。殿下，这话怎么也不该您来说吧？这是啊，你跟着大人时间短啊，但是你记住一句话。大人吩咐什么，咱们就做什么。大人从来没让人失望过，记清楚。清楚。看那边，老师，你快来看啊！这也是来送礼的。看这穿着可是不像送礼的，这倒像是拦路鸣冤的吧？有可能，大人也算钦差，
拦路告状这种的，戏文里都有。大人，要不要让拦一下？从南下我就在想，要是明家不想让我接手三大房，会怎么应对？您是说，这是明家的手？看看呗。哦，不怕啊！好，马上就到了。听说二位带了长公主殿下的手令啊？殿下有何吩咐？明家家主明清达，是我。敢问阁下怎么称呼？你刚才在上面干什么呢？嗯？啊，昨夜落风雨。昨夜落风雨，燕子从梁上掉下来，想想还不会飞。如果不送上去的话，又是一条性命啊！燕子窝，请坐。哈哈，来，请坐吧。一路快船接快马，屁股都快磨破了，一坐硬了就生疼。请用茶。过了。何事过了？明家这财力又是捞鸟窝，又是破衣袖，装的有点过，刻意了。哎，明王啊，一是心肠软，这二来嘛，不在意钱财。有道是啊，家财万贯，不如这粗茶一杯，心中宁静啊。瞧这虚伪劲儿，云淡风轻的，就是比京都强。还未曾问过，阁下如何称呼啊？李承泽。二殿下。别跪了，起来吧。抱病来的江南，京都不知道，不浪费时间了，直入主题。殿下请讲。范闲南下，宁家打算如何应对？吃葡萄。吃葡萄？啊？哦，吃不到，还真有趣儿。你不是明家家主，事情太大，得等将母定夺。那就一块儿聊呗。都听了半天了，出来吧。母亲，老身一介女流，若非殿下召见，
本不该抛头露面。你才是明家家主，大事小事你自己做主就是。若无母亲教诲，孩儿内心慌张。你这孩子，你都多大了？让我这个老太婆照顾多久？母亲长命百岁，比我长远。你呀，给你缝缝。感情这云淡风轻是家传。殿下问明家如何应对范闲，其实很简单。明家常年为长公主，也为殿下效力。殿下希望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我希望三大房留在明家手中。好，这谈妥了。殿下吩咐，明家照办。只是有一个难处啊。说说看。小范大人坚守内库，是陛下的旨意。明家一个白身，如何抗旨？哎呀，难呐，殿下。我都觉得难。三大房再值钱，也不必为他搭上身家性命，更何况大不了改投到范闲门下，在哪儿当狗不是狗啊，是吧？我是不是言辞粗俗了？殿下，明家绝无改投门庭之意，只求殿下指条明路。抗旨哪有明路啊？要有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殿下，说个意思。二位啊，明路的确是没有了，万幸我给二位断了后路。邓明恩家有3子，领取赏银。明家下发悬赏令，募集各路豪杰，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。家有2子，明家下发悬赏令，募集各路豪杰，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。年纪尚幼，领取赏银。张普今有1女1孙，领取赏银。张祖之今有2女，1郎5，领取赏银。王夫人家有1女1子，年纪尚幼，领取赏银。大爷们，咱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问您一下，咱这干嘛呢？没看见吗？在劫船呢。啊，劫船？劫船？劫船不得上来劫呀？上不来啊，太高了。哎，来几个人，给他们下个梯子。哎，对，弄个梯子下来，弄个梯子下来。抓稳了，扶着点，扶着点，小心啊！明家悬赏令要杀范闲。我听闻，明家在江南黑白通吃，这悬赏令一下，各路豪杰趋之若鹜，那画面，我真想瞧瞧。
明家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悬赏令，我替你们下的。从此以后，你明家与范闲只能是你死我活。好一个断了后路！都什么时辰了？啊，过午时了。我说我这个头怎么晕晕的呢？殿下见谅，老身精力不济，每当这个时候啊，就得睡个午觉。那就休息吧。其实还有条路啊！你二人找批高手蜂拥而至，把我杀了，拿我的人头送给范闲，这死局就算是解了。开玩笑，别当真。快休息吧。母慈子孝，这画面我看着都想哭。哎，您歇会儿，明家出了这个悬赏令了。是的，但凡砸船劫船的，都给赏钱。那你们这不成了水匪了吗？不是水匪，水匪不来，毕竟是官船呐，要钱总得要命，不是？那你们也知道这是官船，那你们就不要命了？哎呀，我们没得选啊！为什么？江北遭灾了，我们都是带着一家老小到江南来逃难的流民呐。要不是明家，我们恐怕都饿死喽。你说你们都是江北的灾民？是啊。那江北赈灾的银子已经调过去了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韦大人，我们是想回去啊，就怕在路上饿死了。那这么说，是明家救济了你们？是啊。那明家这算是行善了？是行善吧？反正我们这些流民都在明家干活，开荒、修路，没人干的活都干，白天黑夜，没日没夜的干，不给工钱，就给口饭吃。官府怎么说？官府给明家送了个大牌匾，怎么写的？行善积德。夏大当家，这灾民都上去了，咱们水寨是不是也得冲一波？水寨这会儿冲上，这些灾民就真没活路了。这都砸船了，这会儿必然死定了。哼，再看看范闲应的。大家都别急，人到了江南，就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李承泽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！这就是你要说的？家中定有人暗投李承泽，不然悬赏令是发不下去的。谁是家主？我族中生变，家主难辞其咎，我该受罚。
见过郭征了？师伯这都知道。郭征原本是御史大夫，郭攸之入狱以后，暂领礼部尚书一职，春闱科举诸般竞技，你得多问问他。我跟郭征是见过一面，只是不怎么谈得来。师伯，郭征主导翻修考院一事不合规矩，毕竟多年为官，都摸透了。怎么让规矩保护自己，你将来也得学学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狠心。过了春闱这一关，你未来仕途不可限量。太子去见他了，坐着。是。之后范闲又去了林相府上，上赶着打招呼啊。殿下，咱们这儿也好几个呢，要不然也送一份？今年不了，这可都是对您效忠的学子了。今年凭运气，这坑都挖好了，咱们可不能自个儿往里跳。哎，你说，今年春闱，范闲会按照往年的规矩行事吗？多年的约定俗成，谁还能坏了规矩啊？他不一样，别人习惯的呀，他未必习惯。老王，在呢。刚听说春闱舞弊这事儿的时候，我还真动了心思，要把陈科击毙一扫而空，还天下学子一个清白公正。大人是忧国忧民呐。可才这么一会儿，太子和林相就把名单递到我手上了。我能怎么办呢？要跟老二斗，离不开太子的支持。林相就更不用说了，春闱之后和婉儿成婚，这就是一家人。他们给的我不想接，但不能不接。大人是情非得已呀。你知道林相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他说所有人都习惯了，要我忍一忍。我若是忍了，将来也就习惯了。所有人都习以为常，我又何必去当什么出头鸟？我此刻出了头，那就是满朝皆敌，刀剑如雨。要不我就忍了。大人前途无量啊！凭什么所有的祸都要我来闯？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、人间荣誉？老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没那么特别，我也没那么勇敢，我也没那么正义。大人问心无愧啊！本来就问心无愧，我本来就问心无愧。
犯错的又不是我。大人，没有人与您争执啊。大人，石禅那几人并无异常，您知道，我就是看看。大人自己去。来，食菜，吃完再看。起来，来。杨兄，你是范兄？是。杨兄怎么不上桌？这是自家带的，不好意思占店家位子。这是借书下饭吗？怎么不在屋里读书啊？范兄，这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，这儿不用。杨兄有些拮据。范兄说话太委婉了，就是穷。小二，哎，来份烧鸡，来盘牛肉，来壶酒。客官您不上桌吗？上什么桌啊？就这儿挺好。哎，好。范兄，你这是？相识就是缘分，咱俩喝一杯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将来回请我就是了。哎，不必如此。一饭之恩，当谢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那有啊。哎，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慢用啊。范兄见笑了，这太久没吃肉，实在是忍不住。常有的事儿。那我自便。之前在考院听杨兄说，你想做官。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。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想，做梦都想。是为了录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？不是，因为我忍不住。范兄，这科举不公，百官舞弊，外面恶殍遍野，这边是朝堂党争，这天下谁人不知？可是呢，还是一片寂静。这侯兄让我忍，可我想，如果这世间不公，我也能忍。这圣贤书，不就成了废纸一堆？所以范兄，这世上总要有人撞个头破血流。你看，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我想做官，是因为我不想认。杨兄这做官的愿景，可是条死路。死路一条。可是范兄，有这人读书读傻了，认死理儿，见笑啊。杨兄，老邓辛苦啊。
这2天接着盯客栈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，职责所在。走，咱们走。回府啊？去检察院。这会儿咱去检察院呢？又想看碑文了？我说什么？想起出谁闯？我又听见了。不是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思虑洞达啊，志如渊海。大人真神人也！走了。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弃捐勿复道，永立家餐饭。胡明超路是由你来监督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，在这个名册上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根本就上不了榜，该分的都分完了，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？不过我一穷书生，我还能怎样？范闲，你看啊，千里万里奔赴京都，春闱对于他们来说，不光是一次考试，兄台，你看，更像是一种希望。我最喜欢这几句啊！让开，光了。舍不得烛光钱，但还是想有光。谢谢。我娘她活着的时候，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不光是改变世界，你娘还说要改变的还有人心。那个时候，她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庆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可她还是死了。但是那道光留下了痕迹，许多人都因为它而改变了。我有时候常常想，以我娘的本事，她当年选择换一条路，也会活得很好。可她还是燃烧一切，留下碑文。可如今，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。你说她后悔吗？绝不后悔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，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。她不怕吗？她只怕自己的光燃烧得不够强烈。唉，没想到啊，有一天我会当闯祸的人。我想闯个祸。好啊，去吧，闯多大的祸我来接着。总不能什么锅都让你背。什么锅？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。还有人比我能挡箭？那是天下第一挡箭牌。
范闲让你传话给朕。哼，老奴也觉着匪夷所思。你看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小范大人这么办事儿的。传什么话？他恳请陛下传令唤他入宫。传。哎，遵旨。范闲，小范大人，龚统领，有事儿？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陛下召见。现在，按规矩，这时辰，外臣不能入宫。陛下的旨意才是规矩啊。职责所在，公公见谅。陛下，范闲到了。陛下，臣听闻您前些日子被火药炸了，臣是心神不宁，特地调配了一些烧伤药，还有啊，您每日操烦国事，臣还准备了一些安神补气的补药，这个每天晚饭后熬煮服用。这烧伤药是外敷的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你说你心神不宁，朕怎么不信呢？朕已经被炸伤好几天了，你现在才来？调配药膏花了些时间。还有，你想让朕召见你，干嘛绕这么大圈子？给谁看呢？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陛下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快说。陛下，您相信臣吗？想说什么就说。陛下知道春闱舞弊一事吗？臣自做了居中郎以来，每日收到许多纸条，纸条上写满了名字，而这些名字都是被人事先选好、预定要金榜题名的。接着说。臣斗胆想为这次春闱求一份公平。你要公平，找朕干什么？臣怕牵扯太深，臣一人担当不住。放眼庆国，能挡这场风波的，就只有陛下您。你是想让朕当挡箭牌？不是为我，是为庆国。你这口气怎么这么像赖明成啊？对赖明成的死，你是不是心有怨气呀？是。不该有。是。你倒挺坦诚。冲你这份直率，这剑朕给你挡了。谢陛下，那臣先告退了。哎，把药给朕敷上。陛下召范闲入宫，这时辰，若非大事，绝不会深夜召见。没看错，宫典亲眼所见，他也觉得非同寻常，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过来。那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？宫典说，连侯公公都出来了，里面说了什么，
再无第三个人知道。连侯公都出来了，可以了，让宫典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往下问。他的身份至关重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再向我传讯。是，就是不知道陛下到底和范闲说了些什么。说什么无关紧要，深夜召见又是单独入宫，范闲在陛下眼中过于看重了。陛下，这事儿啊，我实在是办不了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听说陛下昨日召你入宫了，确有此事。那陛下有交代什么吗？陛下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。那我也什么都没问。殿下，这次春闱啊，还是各凭本事吧。本该如此。小秦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我猜你啊就会走这条路。为什么？你怕见人呢？这不证明咱俩有缘吗？小范大人，我在军中的时候呀，欠了些恩情。这几个名字呢，还请小范大人照顾一二。抱歉啊，人数不多，还请小秦大人帮我往外传话。什么？本次春闱不论门生，只看才学，不论谁的名单，我都不接。昨晚陛下召见，可就是为了此事。陛下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哦，明白，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什么都没猜。师伯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春闱这事儿啊，还得按规矩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是情非得已啊。我知道陛下昨晚召你入宫，这会儿所有人都会认为是陛下让你如此行事。我了解陛下，以他的行事手段，要么动如雷霆，扫清一切诸般弊端；要么草蛇灰线，伏没千里。哪怕水到渠成，也不会让人看透心中所想，绝不会像这样半夜急召，最后还不痛不痒。这不是陛下的手段，是你借陛下遮风挡雨。师伯真是了解陛下，没人能真正了解他。经过历代君王，如今这一位最能看透了。哎，师伯过谦了。别转话题，问你呢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我就是想，哪怕就一次也好，让这春闱科举有法可依，有理可循。京都百官都盯着春闱呢，难道你就不怕？怕呀，这不拿陛下顶多了吗？我不就看穿了吗？
我若说穿，你当如何自处？是我可是自己人啊，总得留条活路吧。我凭什么饶你？就凭婉儿非我不嫁呀。没了你，大不了往上再找一个。师伯说的对，师伯消消气。真不明白是命数还是劫数。婉儿怎么就能看中你？我也挺优秀的。让春梅有法可依，图什么？啊？你这么做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其实师伯上次说的话，我听懂了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嘛。所以我也想过，随波逐流，与世浮沉，有什么不好啊？看不惯的事儿嘛，忍一忍，将来就看惯了。但是不行啊，我夜里睡不着，心里边煎熬。有3个字，就那么翻翻滚滚的，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哪3个字？不公平啊！那是4个字。最后那个“阿”字不能算吧？都是读书人，遣词用字亦当谨慎。下次一定注意。不公平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哎，你说这个世上有公平吗？没绝对，有相对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就好比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家财万贯，有的人一贫如洗，有人才思敏捷，有人大智若愚。而春闱的意义就在于给了所有人一个相对公平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要是连这唯一的一次机会都不再公平，这世间该有多荒唐！好吧，就让京都公平一回。你再去见一次礼部尚书郭正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春闱的忌讳规矩问得详细一些。你为他们争公平，别让自己落陷阱。范闲，如果这个世间就这么荒唐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不用回答，问你自己。去吧。
公平。小范大人，郭大人，又见面了。一直在等候小范大人。哎呀，这个郭尚书所知规矩甚多，我这次来找您呢，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春闱相关的规矩。林相都提点过了，千万别说请教。小范大人那么聪慧，其实都可以自己参透的，我不过是锦上添花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小范大人能者多劳，春闱之日，事务不少啊。开考之前要稽查举子之责，春闱3日要在场内监察巡视，春闱后还要监督胡明抄录。春闱科举是本朝第一大事，规矩忌讳多不胜数，光说不过来，就都写下来了。一应细则尽在其中。小范大人，只要费心看一看，可保春闱当日再无疏漏。如此厚恩，何以为谢？哎，小范大人，啥？过来啊，去那边。这柱子啊，哪只？郭大人，郭大人，哦，孙大人，春闱在即，忙啊，忙，急忙。郭大人辛苦啊！谢谢。现在就盼着小范大人早日著书立学，郭某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就多谢郭大人了，告辞。小范大人慢走。怎样？你在后面没听到？范闲身手不俗，小心起见，我可不敢靠近细品。可惜了，你没有看到小范大人感激涕零的样子，我那会儿都有点于心不忍了。你给他那册子都写了什么呀？春闱上的各种规矩细节，该写的我都写了，绝不能在文字上故意犯错。这是对的。范闲为人啊，谨慎得很。不过，像春闱这种大事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写的规矩。既然不该写，那就自然要留白了。还要请谢大人转告殿下，有我在，春闱上定让小范大人犯下禁忌，大罪不敢说，要让天下学子对其敬而远之。郭大人就不怕得罪林相？怕是怕，只不过郭某的那些把柄没在林相手上啊。殿下说了，那都是往年的废旧账册，禁足之后，当亲自登门致谢上书，顺便把那些废纸都一并烧个干净。就请殿下等着看好戏吧。注意点啊！老冒竹篓。
人到了，在屋里呢，都安排好了，没人看见吧？躲开了府里所有的人，您放心，没人看见。这是饿坏了。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这一趟从北齐回来呀，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。幸好我跟老郭绝代双骄，不管是什么排除万难，各施巧计，这才虎口脱险，重返京都。你俩现在关系不错呀。英雄惜英雄。少爷，您看您这都荣归故里了，我得请您吃个饭，接个风，咱俩商量商量吃什么。哎，我请你啊！哎喂，我请你，我请你吃，我请。来吧，上啊，咱中气这么做。什么呀，咱？我请。我的潜伏日记。辛苦你了。他说你叫我来是为了救我爹性命。是这样。春闱将至，我有监督职责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春闱有许多禁忌，我不太清楚。我也不清楚。但你爹曾是礼部尚书。你想要我爹帮你，所以让你回来，看见你，你爹才能放心。哎呀，这么早就开始计划应对春闱了？其实老二提出让我监督春闱之时，我就已经在准备应对之策。现在看来，时机刚好。你们啊，一个比个心黑，是心细。行了，说吧，你打算怎么救我爹？我来安排，过几日先转入监察院大牢。那还能救得出来吗？我是监察院提司，你觉得呢？不过有一点啊，你爹结党的罪名并非是无限，我可以保他性命，但是再想做官，是不可能了。我知道，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同我爹讲，让他把知道的春闱的诸多事宜跟你讲清楚。这是什么？现任礼部尚书亲手写的册子，春闱的诸多禁忌都在里面。但你不需要我爹了。恰恰相反，这册子就得你爹来看。你是怕这本书里写的有陷阱啊？小心为上，有没有陷阱，令尊来判断。行，那走吧，去救我爹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。司者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你们俩都辛苦了，先休息几天，注意别被别人看见啊。那是自然，十分小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来吧，首先欢迎二位回家。是不是有些尴尬？是不是有些味儿大？你俩要不洗洗，都臭了。我臭吗？哎，行，走走，我给你搓搓。走，快！这怎么也没个守卫啊？这不废话吗？这是刑部大牢，这儿你也管得着啊？这点手段还是有的。那你既然这么有手段，你别光想着给他送吃的，今天把他救出来得了。你别急啊，等转到监察院就好办了，就1-2天的事儿。放宽心，这回不骗你。你都骗了我好几回了。郭少，怎么你跟我说话，我就觉得味道不对呢？我洗过了。你还是闭嘴吧。